各位觀眾好，歡迎收看本期視頻。2026年8月5日清晨，香港娛樂圈傳嚟一聲沉重噩耗，港樂殿堂級填詞人 TVB 金牌甘草演員黎彼得喺同病痛長久纏鬥之後，永遠告別咗呢個世界，享年76歲。好友鍾志光向港媒證實死訊，揭開咗佢生命最後5個月令人心碎嘅真相。中風冧低之後，黎彼得長期臥床，入院搶救時氣管插上喉管，喉嚨被痰液堵塞，明明意識尚存，心入邊有千言萬語，卻再都發唔出半點聲音。呢位寫下無數市井金曲，熒幕上嬉戲怒罵、伶牙俐齒嘅才子，到人生終點，只能被困喺無聲嘅軀體之中，眼神成為佢唯一對外傳遞情緒嘅窗口。呢一幕成為所有探望老友心中一道難以抹平嘅遺憾。曾經嘅黎彼得筆下寫盡世間眾生嘅喜怒哀樂，佢同許冠傑拍檔寫出浪子心聲、半斤八兩、財神到，為張國榮填出傳世經典 Monica， 梅艷芳、譚詠麟都唱過佢嘅詞作，係粵語流行樂壇黃金時代不可或缺嘅鬼才詞人。轉戰影視圈，佢又係港片入邊熟面孔嘅黃金配角，唐伯虎點秋香中嗰句左青龍右白虎嘅華府老師，無數 TVB 劇集入邊接地氣嘅市井小人物，嬉笑詼諧，活靈活現，俾幾代觀眾留低咗深刻記憶。但舞台同熒幕之外，屬於黎彼得嘅現實人生，卻遠比劇本更加坎坷蒼涼。風光只留在過去，晚年嘅佢被重病、經濟壓力、破碎嘅家庭關係層層裹挾，最後瞓喺病床上插管度日，連開口講嘢都變成一種奢望。黎彼得中風倒下之後，唔少圈內舊友趕往醫院同護老院探望，資深藝人盧婉欣就係其中之一。作為相交多年嘅老友，盧婉欣得知死訊嘅第一時間，甚至唔敢相信，以為又係網絡流傳嘅假消息，反覆確認之後，先至接受老友已然離世嘅事實，心中滿是物是人非嘅唏噓。盧婉欣回憶，就喺中風發病之前，佢仲同黎彼得相約飲茶食飯。嗰時嘅黎彼得雖然身形消瘦，身上慢性病纏身，卻依舊思維敏捷，說話風趣，依然會傾港壇樂事，吐槽圈內百態，精神睇唔出即將大禍臨頭嘅徵兆。邊個都諗唔到，一場猝不及防嘅中風，直接將呢一位性格爽朗嘅老人拖入絕境。往後數次前往醫院探望，盧婉欣親眼見證咗黎彼得生命最後嘅無助。病床上嘅佢插上咗氣管喉管，身上連接各類監護儀器，喉嚨不斷積痰，徹底喪失講嘢能力。鍾志光經常俯身湊到黎彼得耳邊，大聲安慰鼓勵，同佢講起往日飲茶食飯嘅舊事，邀約佢快啲好起身，痊癒之後再相聚飲茶食飯。盧婉欣清楚記得，每當耳邊聽見熟悉老友嘅聲音，黎彼得眼球會緩緩轉動，眼神之中有明顯波動。佢想要回應，想要開口，喉間卻只能發出渾濁微弱嘅氣流聲，咩說話都講唔出嚟，只能靜靜望住身邊嘅舊友，無力咁眨一眨眼。昔日妙語連珠嘅才子，被困喺殘破嘅身體入邊，冇辦法傾訴痛苦，冇辦法交代心事。盧婉欣感慨，黎彼得一世人性格愛熱鬧，一世人中意同人閒談講嘢，搞到最後連講嘢嘅權力都被病痛剝奪。呢個大概係佢晚年最大嘅折磨。到咗後期，黎彼得對外界嘅反應越嚟越微弱，就算熟人嚟到病床前，亦好難再有清晰嘅情緒反饋，生命一點點消耗殆盡。望住昔日老友日漸衰敗，盧婉欣內心無比難受，亦感嘆一代港圈老藝人到老大多逃唔過病痛嘅磨難。回望黎彼得呢一生，事業上才華橫溢，感情婚姻之路卻格外坎坷。一段短暫嘅婚姻破碎之後，佢獨自孭起撫養個仔嘅重擔，半生都被家庭瑣事牽絆。黎彼得年少身世淒苦，9歲喪父，家境貧寒，小小年紀就要打工謀生，做過報童、司機，一路摸爬滾打，靠住填詞寫作闖出一片天地。39歲嗰一年，因為肝病身體亮紅燈，事業陷入低谷，閒極無聊之下，佢萌生結婚嘅念頭。機緣巧合認識一位女士，兩人情投意合就步入婚姻。黎彼得後來受訪亦坦然自嘲，
當時事業不順，收入不穩，結婚多少帶住幾分衝動與將就。可惜呢段婚姻僅僅維持短短3年就宣告破裂。喺個仔先3歲嘅時候，妻子選擇離開，黎彼得就此成為單親爸爸，獨自撫養年幼嘅仔長大成人。嗰段歲月對佢而言格外煎熬，冇穩定收入，獨自撫養個仔，外界仲有閒言碎語，甚至有人議論佢要食拖鞋飯，靠住女人度日。佢心入邊受盡委屈，卻依然咬牙將個仔留喺身邊。離婚之後，黎彼得再都冇公開再婚。步入老年之後，佢曾經公開吐露心聲，並唔渴求轟轟烈烈嘅黃昏戀，只係希望佢能夠尋得一位可以互相陪伴嘅靈魂伴侶。晚年病咗嘅時候，有人照料；離世之後，亦有人幫手處理身後諸事，唔至於孤苦無依。但呢一份樸素嘅心願，終究未能實現。父子關係更係黎彼得晚年心頭一塊沉甸甸嘅大石頭。個仔長大成人之後，人生過得並唔順遂，年過30依然冇穩定工作，曾經懷揣諗法遠赴外地求學，耗費大量積蓄，最後卻學業無成，返回香港，仲欠低咗唔少信用卡債務。已經年逾70嘅黎彼得，本該安享晚年，卻不得不繼續出嚟工作拍戲、錄節目，搏命揾錢，幫個仔償還債務，被生活壓到喘唔過氣。佢把口上偶爾會流露無奈，內心始終擺唔得骨肉親情，依舊竭盡所能去幫扶個仔，長期超負荷勞作，亦進一步透支咗本就唔算強健嘅身體。其實早喺中風之前，黎彼得嘅身體就已經警報頻響，多種慢性病常年纏身，晚年健康狀況一步步走向崩塌。佢常年飽受糖尿病、貧血折磨，腎功能持續衰退，身體機能逐年下降。2022年心臟突發問題，需要接受通波仔手術，高額嘅醫療費用一度壓到佢喘唔過氣。契仔黃宗澤出手相助，幫佢承擔手術開銷，先得以渡過難關。之後又遇上流感，引發嚴重併發症，緊急送入 ICU 搶救。當時腎臟指標急劇惡化，需要輸血、插尿後，暴瘦10幾磅。往日啱身嘅衫着喺身上空空蕩蕩，條褲鬆到需要繩綁住先唔會滑落。鏡頭之下顴骨突出，身形憔悴，令一眾影迷無比心痛。當時私家醫院醫生就曾經直白告知，一旦病情惡化入 ICU， 一晚嘅花費就要10萬港幣。冇醫保嘅佢根本無力承擔，萬般無奈之下，只能轉往公立醫院接受治療。黎彼得自己亦多次喺節目上感慨，最驚病咗住院，醫藥費足以令自己陷入破產境地。之後佢一邊對抗慢性病，一邊堅持錄製網絡節目。觀眾望見鏡頭前仲可以談笑風生嘅佢，殊不知病痛已經喺度悄悄蠶食緊佢嘅生命。2026年年初，黎彼得嘅身體已經難以自理，入住護老院接受專人照料。3月1日凌晨喺護老院內突發中風暈倒，從此臥床不起，再都未能夠企返起身。中風之後，佢失去行動能力，後續又插管治療，無法言語。5月13日係黎彼得76歲生日，好友鍾志光專登趕到護老院，喺病床前為佢唱起生日歌。但嗰陣時嘅黎彼得已經幾乎冇晒對外嘅反應，靜靜咁瞓喺度，冇眼神回應，冇肢體動作，場面無比心酸。邊個都明白，屬於佢嘅時間已經唔多啦。5個月臥床煎熬，器官持續衰竭，捱過漫長嘅病痛折磨，最終喺8月5日清晨徹底撒手人寰。而關於遺囑與身後嘅安排，亦成為外界十分關注嘅焦點。鍾志光對外透露，黎彼得中風臥床插管之後就喪失語言能力，後期意識漸模糊，冇機會口頭交代留言，生前亦都冇留低正式訂立嘅遺囑文件。呢位寫過無數動人詞句嘅才子，嚟唔切留低隻言片語嘅臨終囑託，就咁樣無聲離去。家屬希望一切從簡，低調處理後事，唔希望過多公開細節。黎彼得唯一嘅仔將會處理父親嘅後續事宜。圈內一眾老友表示會充分尊重家屬嘅意願，唔希望過度打擾。消息傳開，整個港樂圈、影視圈紛紛緬懷黎彼得，大家懷念佢筆下嗰啲唱出底層心聲嘅歌詞，懷念熒幕之上詼諧鮮活嘅小人物。但褪去光環，剝開傳奇外殼，黎彼得嘅一生滿是現實嘅苦楚。年少貧苦掙扎求生，中年經歷婚姻破碎，獨自撫養細路，
老年百病纏身，經濟拮據，仲要為兒女操勞，到生命嘅最後一程，插管臥床，口不能言，喺護老院與醫院之中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。詩人已逝，只願呢位坎坷半生嘅填詞人老氣骨能夠唔再受病痛折磨，安然長眠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。如果你鍾意本期視頻，歡迎點讚訂閱，我哋下期再見。